嘛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昨暝8点外，新北市宝大的远景追捕一台可疑的轿车，一路是入去泸州市区。这个嫌犯的车去弄到公车甲客停车才停落来，随后被警方压制逮捕。而在这个追捕的过程中，阁有一个远景来受伤。 昨暗8点半，伫泸州出现一场惊险的画面，一架米零的轿车在闪避警车的追捕，因为闪伤紧，无偌久煞去弄到客运甲计程车。看到歹徒弄到车，警员马上抓准时机，随着将赛车的嫌犯压制在地。 当时是警员咧巡逻的时阵，发现这架车无啥对动要来拿闸，想不到嫌犯煞加速逃走。就听到蹦，然后一台车逆向而已，然后就警察跟了过去，因为那台车的车子已经坏掉。我们在他的车辆里面发现了机车拆解的零件，共1批。 嫌犯为着躲避警方的追捕，伫市区一直劈车，先去弄到一架客运，过去压到计程车，就连追捕的警车当然换啊打袂掉，顺线甲弄落去，造成开车姓林的驾驶头部受伤。落尾警方伫嫌犯的车顶找到一大堆的查拉米，即马要将伊移送法办，要来追查是毋是有更较侪犯罪事情。